大家好，我係 Still。有時啲人會覺得我哋呢代其實好辛苦，唔係因為唔努力，係因為好似有一條無形嘅時間線壓住我哋。30歲要有成績，40歲要穩定，50歲好似就再冇資格去試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人，如果大家用而家嘅社會時間表去睇，佢其實係一個好遲先成功，或者係應該一早俾人淘汰咗嘅人，但偏偏佢改變咗個世界。佢叫做安藤百福。Ado Momofuku。咁我想講安藤百福之前，我想講一樣好清楚嘅嘢，佢唔係一啲咩少年天才，亦都唔係一出場就贏。調翻轉咁講，其實佢人生嘅前半段都唔係過得咁順利。後生嘅時候做過唔少生意，但係結果都係2次破產。佢唔係冇試過，試過係努力過，但係都係輸晒。如果大家代入自己諗下，一個中年人失敗過唔止一次，而身邊嘅人對你眼神開始改變，嗰個年代更加係冇 YouTube、冇創業故事，冇人同你講失敗乃成功之母嘅故事。失敗係真係失敗，但係有趣嘅係，佢從來都冇急住翻身，亦冇急住要證明自己，佢只係一路睇住一樣嘢。而喺戰後嘅日本，最大嘅問題唔係理想，而係大家連一餐飯都食唔飽。街上係成日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喺度排隊，佢哋唔係為啲乜嘢，淨係為咗可以攞到一碗可以食嘅熟食或者熱食。咁有一日，安藤百福企喺條街度，佢就睇到人哋去排隊買呢個麵。嗰一刻佢諗唔係諗點樣去賺錢，佢而家係諗緊一個好根本嘅問題：點樣先可以令到任何一個人喺任何嘅時間、任何地方都可以食到一碗熱嘅嘢呢？咁大家可以留意翻，呢個唔係產品嘅問題，係一個系統嘅問題。當時係1958年，安藤百福係48歲，嗰一年佢先正式開始成立日清食品。48歲，我諗好多人已經開始諗緊退場，而當時佢係由零開始，佢冇任何大工廠支持，冇團隊，亦都冇人等佢成功。佢就喺屋企嘅後院，一個人慢慢試點樣煮麵，點樣炸，點樣風乾，然後失敗，倒水，再重新整過。一日唔得就10日，10日唔得就1年。佢要整嘅麵唔係一碗要最好食嘅麵，而係一碗可以容易煮食、容易搬運或者容易儲存。最重要嘅係容易複製，咁呢樣嘢先可以真正成為佢發明嘅嘢。好多人以為即食麵一出會即刻爆紅，好多人去買，但係其實唔係嘅，因為最初嘅即食麵好貴，而市場亦都唔理解。便利店嘅文化當時係完全未成熟。如果大家係安藤百福，大家會唔會去懷疑自己？大家係咪諗錯咗方向，淨係太慢？但係佢最後決定，佢冇改變方向，佢只不過向住一個方向繼續前進，就係優化呢個系統。之後合味道杯麵出現，全球開始接受。但係就算係咁，安藤百福都冇變成一個高調嘅成功人士。佢更加冇周圍同人講自己有幾叻，冇將自己英雄化。佢只係一路都好靜。去到晚年，安藤百福仲做咗一件好慢嘅事，佢開始研究太空即食麵，因為佢覺得人類去到邊都應該食得飽。大家可以諗下，呢個唔係生意嘅決定，而係個世界觀。佢一生嘅價值係為咗啲咩？佢冇追求潮流，亦冇急住俾人認同，亦都唔會話好向往喺掌聲嘅入邊。但係佢換嚟嘅就係一個可以陪住世界行好耐好耐嘅系統。到呢度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大家唔知而家做緊嘅嘢會唔會因為驚遲起步，所以會變到好亂？大家其實心入邊係咪知道自己行緊一條係值得慢慢行嘅路？但係同時又驚俾人哋嘅速度去影響到自己前進嘅方向。我想講，如果大家知道自己嘅方向係清楚係啱嘅，就繼續向前行，唔好俾人影響到。安藤百福用咗一世去證明一樣嘢：世界會獎勵跑得最快嘅人，但係歷史只會記住行得最遠嘅人。慢唔係問題，方向先係。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，麻煩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因為你哋嘅支持對我嘅創作真係好重要噶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